大家好啊，我係 Cedric 啊，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咧 Ship Any 物流自動化功能嘅。咁因為咧好多商戶咧就會問，我其實每一張訂單都要自己去安排運輸咧，其實都幾吃力㗎喎，因為可能我好多單，每一張單我又要去唔同嘅物流公司嗰度咧，就即係填佢張 form 咁樣，咁有啲困難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有個 Ship Any 自動化咧，就係可以客人一落單，其實咧個訂單已經會 jam 咗個 tracking number 一個 way bill 㗎啦，一個即係運單咁樣。跟住咧，商戶要做嘅咧，只不過係下載張運單，跟住編出嚟貼落去嗰個紙箱嗰度，即係運輸嗰個紙箱嗰度，跟住交俾譬如啦，交俾順豐，咁就可以直接寄到㗎啦。咁將 order 咧，當佢寄出嘅時候咧，又會自動轉翻做已發貨嘅一個狀態。咁所以呢件事咧就會加速咗商戶發貨嘅效率啦，同埋都簡單好多。咁其實咧，我哋一齊可以睇下點樣 set 嘅。我哋入到後台之後咧，去設定店鋪設定裏邊。跟住咧去翻送貨方式啦，咁其實咧大家會見到咧，呢度有個 Ship Any 嘅連接嘅，咁啊撳一撳佢，我連接咗啦。咁但係如果大家未做連接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度咧就會有一個註冊 Ship Any 帳號嘅一個連結嘅，大家入翻去填翻資料 ，create 翻 Ship Any 嘅帳號咧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到時咧 Ship Any 需要嘅運費咧，就會喺 Ship Any 個後台嗰度咧，由商戶獨立嘅帳號咧去扣費，到時咧增值就會去翻 Ship Any 嗰邊咁樣啦。好，咁假設我已經連接咗咯，冇問題咯。咁我哋咧就要留意翻第二個要 set 嘅咧，就係個寄件人嗰個資料一定要正確無誤嘅，因為咧，譬如我哋會有個位有個掣咧撳 call 順豐哥哥上嚟，咁樣就去攞件啦。咁其實佢哋咧係會見到呢個寄件人資料嘅。咁如果錯嘅話咧，有機會去錯位置啦，又或者係聯絡唔到商戶咧，咁就變咗寄嘅時候有啲問題啦，即係寄唔到啦咁樣。咁所以記住。寄件人資料呢度一定要填一個真嘅地址啦，同埋一個電話咁樣啦，俾翻即係運輸公司。好，設定完之後咧，咁我哋咧正式去設定嗰個運輸方法啦。咁其實好簡單嘅啫，我哋去翻譬如我本地啦，咁我 send 翻本地送貨，咁啊新增呢個送貨選項啦，俾翻個 delivery 嘅名佢啦。譬如我好簡單，我叫 SF Delivery。咁大家會留意到咧。會有一個物流自動化嘅個掣俾你撳嘅，咁你打開佢，打開佢之後咧，其實你就可以揀翻，你想用邊一個運輸公司啊咁樣。假設我就用SF 啦，即係順豐啦。咁如果你揀咗之後咧，其實下邊仲有一個物流服務嘅。咁如果正常大家咧係會見到兩個，一個就普通嘅 SF Express 啦，就去寄件啦；另一個就係 Temperature Delivery 嚟嘅，咁就係一個冷鏈嘅一個設定。咁如果大家揀咗嗰個嘅話咧，咁你就會喺商品嗰度咧，會有個溫度嘅設定咧多出嚟嘅，咁你就可以 set 翻嗰件貨其實係冷鏈啦，係需要冷藏啊定唔需要冷藏？咁佢咧就會譬如冷藏嘅，佢就會一張單就落單，跟住你就寄件嘅時候咧，就嗰張單成個 way bill 就寄出去咁樣咯。好，咁好簡單，我哋揀翻最基本嗰個先啦。跟住咧寄件方式啦，咁其實咧。好簡單，我哋一般嚟講就如果 call 順豐哥哥上嚟咧，就會係叫快遞員上門取件啦。如果唔係咁啱你 office 樓下就係 SF 嘅嗰個站噶啦，咁你都可以揀自寄嘅，咁啊睇翻你嘅需要嘅啫。好啦，咁我哋咧碌落去下邊會見到其他嘅設定方式，咁就係譬如啦，我係咪全部嘅地區都會送咧？香港嘅全部地區都會送咧？如果唔係嘅，咁其實咧就可以喺個排除區域嗰度咧。指定翻邊一啲地區你係唔會送嘅，咁嗰個系統咧，客人落單嘅時候咧，佢如果喺呢啲地區嘅話，佢就用唔到呢個送貨方式㗎啦，咁樣。咁其實香港嘅話，一般嚟講都好少話專登 set 嘅。咁如果你話一啲偏遠地區，咁我哋就特別有個偏遠地區嘅 delivery 都會有人 set 嘅，不過比較少啲咁樣咯。咁啊睇翻大家需要啦。跟住下邊咧就會有個運費嘅設定啦。咁當然最簡單就係我唔理㗎啦，我全部都30蚊。咁另外我去翻宣傳活動功能嗰度咧，可能 set 翻買滿1000蚊就免運費，即係可以係咁樣。又或者係我可能就按重收費啦。咁我哋譬如咧可以 set 翻第一個 kg 就30蚊，之後每一個 kg 可能就25蚊咁樣。咁你喺個商品嗰度咧做翻一個即係重量嗰度做翻個填翻個重量咧，嗰個數字咧，其實個系統就會幫你計㗎啦。譬如我原來你呢堆貨總共有啲貨係特別重嘅，
咁可能就佢一下就會有200蚊嘅運費咯喎，咁可能就10kg咁佢就一路加上去咁樣咯。咁變咗咧，商戶就唔需要太擔心話，我嘅即係商品嘅大細或者個重量相差得比較大咧，咁變咗客人買嘅時候咧，我就好難點樣定到一個運費出嚟咁樣咯。咁可以設定翻個重量運費啦，又或者最簡單就係運費到付。咁其實咧到時咧就會係客人嗰邊俾個運費啦咁樣。咁同埋咧，以我哋而家暫時嘅理解咧，就係 ShipAny 咧其實到付嘅話咧係會有每張訂單會有個收費嘅。咁佢亦都會有一啲限額咧，即係可能有啲商戶優惠，佢就會可能頭幾多張佢就會免你呢個到付嘅運費，都會有呢啲 promotion 時不時會推出嘅。咁所以呢部分咧，到時就可以問一問 ShipAny 嗰邊啦。好，咁其實其他就好簡單嘅啫，一啲説明啊或者備註咧，你都可以喺呢度打翻，咁係會 show 翻喺嗰個網鋪個面嗰度嘅。好啦，咁其實 save 咗之後咧，就完成咗個設定嘅咯喎。咁我哋咧最後，客人落咗單之後，我要做啲咩咧？咁其實好簡單嘅啫。我哋假設我已經 set 完啦，咁我就去翻訂單列表睇翻嗰啲客人嘅訂單咯喎。跟住咧，譬如我揾一張啦，你會見到咧個系統咧會自動咧 generate 咗個 rate 表出嚟㗎。如果佢係用咗呢個自動化嘅即係送貨方式去落單嘅話，咁我譬如揀呢張啦，睇一睇。系統咧會自動喺佢落單嘅時候已經有張 rate 表㗎啦。咁咧大家只需要咧撳翻呢個下載寄件標籤，跟住佢會有一張少少嘅 memo 咁樣啦。咁你編翻出嚟咧，貼翻上去嗰個紙箱度就 OK 啦。咁唯一可能有機會大家會遇到嘅即係情況咧就係，我可能有啲呢個地址錯咗，譬如佢要改翻嘅。咁其實我哋咧只要喺呢個訂單嗰度改翻個地址，跟住咧撳翻嗰個下載 rate 表咧，咁就可以㗎啦。咁個 rate 表就會係啱嘅地址啦。但係如果假設啊，你係撳完個下載 rate 表，即係下載咗嗰張標籤之後咧，個客人先話俾你聽，其實個地址錯啊咁樣嘅話咧，咁你就要重新將嗰一張 rate 表嘅個做法咧，就係更多操作，重新安排。咁你會見到咧，其實佢會俾你揀翻用乜嘢方式咧，去重新安排翻呢個即係呢個運單嘅。咁你可以揀翻你正常，譬如我頭先係可能想揾呢個，跟住咧會寄翻去呢度，填翻一啲啱嘅資料，跟住確認翻，佢就會新寫一個更新一個新嘅 rate 表俾你㗎啦。Tracking number 都會唔同嘅。咁到時咧更新咗之後咧，你 download 翻個 rate 表，跟住貼翻上去個商品嗰度就得㗎啦。咁你舊嗰張 rate 表咧，其實因為個資料錯啊嘛，你下載過咧，佢嗰個資料就 fix 死咗㗎啦。咁所以舊嗰張 rate 表咧就唔可以用㗎啦。咁你就用新嗰張 rate 表寄出去。咁放心啦，未成功寄出嘅即係 rate 表咧，ShipAny嗰邊咧就唔會話你下載咗 rate 表我即刻扣你錢，唔係咁樣嘅。佢冇用到嗰張 rate 表，佢就唔會話扣你錢咁樣嘅。好，咁今日咧就講關於 ShipAny 自動化嗰個功能咧，就介紹到呢度。如果有任何疑問咧，歡迎嚟翻我哋 Protea 嘅 CS 咧去查詢。多謝大家。